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1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3章第10节到第10章的第1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到19节。今天的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只管去。有个非常著名的运动品牌，他们的logo 的 slogan 就是 Just Do It， 非常帅气一句简短的话。这样的广告呢，似乎是在试图抓住年轻人的心，他说尽管去做。但对于信仰而言，只管去做也是一种回应上帝呼召所应该有的态度，但是其中最大的不同是，基督徒的信仰必须要强调呢，按照上帝的旨意与呼召去做，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、反应或是态度。撒母耳记上卷第3章第10节到第4章的第1节记载了撒母耳受上帝呼召的经过。撒母耳当然非常在意老师以利的态度，以利告诉他就按照上帝的旨意只管去做。上主来站在那里，像先前一样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，请说，仆人听着。上主对他说，不久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一件不寻常的事，使每一个听见的人都吃惊。那一天我要彻底执行我针对以利家所说的话。我已经告诉他，我要因他儿子们的恶言顶撞我，而永远惩罚他们这一家。以利知道他们做坏事，却没有阻止他们，因此我郑重地向以利家宣告，任何生祭和祭物都不能挽回这种重罪的后果。撒母耳睡到天亮，起来开上主殿宇的门，他不敢向以利提起这意象。以利喊他，我儿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是，我在这里。以利问他，上主对你说了什么？不要瞒着我，如果你不全部说出来，愿上帝重重的处罚你。于是撒母耳原本的说了出来，没有一点点隐瞒。以利说，他是上主，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去做吧。撒母耳逐渐长大，上主和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实现。全以色列人民从但到别是巴都知道撒母耳确实是上主所立的先知。上主继续在示罗，就是向撒母耳说话的地方显现。第10章，那时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出去迎战，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扎营。扫罗呢，他蒙上帝的光照呼召，同时上帝也呼召了门徒亚拿尼亚来服侍，来帮助扫罗。但是亚拿尼亚却因为扫罗的他恶名昭彰而有所顾忌。上帝的灵告诉亚拿尼亚，就说你去，就按照这样行，不要顾虑太多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到19节，在大马士革有一位门徒，名叫做亚拿尼亚，他得了一个异象，在异象中主叫他。亚拿尼亚他回答，主，我在这里。主说，你立刻往直接去，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。他正在祷告，在异象当中看见了一个人，名叫亚拿尼亚，进来给他按手，使他恢复视觉。亚拿尼亚回答，主啊，曾有许多人告诉我，
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残酷地迫害你的信徒，现在他到大马士革来，带着祭司的授权给他，要拘捕所有敬拜你的人。主对他说：你只管去吧，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，要他在外邦人、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。我要亲自指示他，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。于是亚拿尼亚去了，他进了那家，按手在扫罗身上，说：扫罗弟兄啊，在你到这里来的路上，向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差我来，要使你再看得见，并且要受圣灵充满。立刻有鱼鳞似的东西从扫罗的眼睛掉下来，他的视觉又恢复了。于是他起来接受洗礼，吃过东西后体力就恢复过来。诗篇29篇：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颂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，他的声音响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羊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的圣殿里，人人欢呼。愿荣耀归于上帝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力去做，尽管去做，因为若是上帝的旨意，出于上帝的呼召，我们就责无旁贷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